有一日，有幾個年輕人去海灘露營，天氣好開心，跳咗落海游水啊！其中有一個人，佢想游返上岸嘅時候，佢發覺咦，點解游極都游唔喐嘅？原來水裏邊有暗流，佢俾啲海水扯到去一個懸崖嘅下面。哇！嗰啲浪一拍埋嚟，有成3層樓咁高嘅，打到佢遍體鱗傷。佢知道死緊，佢已經冇晒氣，但係佢冇死到，就喺一個浪同另一個浪之間，佢揾到懸崖嘅一條罅隙。佢用一生從來都冇學過嘅壁虎功，佢竟然爬咗上去。呢個人就係我。人生係咁，戲劇亦都一樣。今個劇季只用一個關鍵詞：逆轉。我係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潘惠森。